2000年2月16日，洛杉磯飛往台北嘅長榮航空嘅班機上，鄭中基喺飛機上飲醉酒。我係同一時間制服咗3個人，兩個空姐，一個副機長，一次過撳低晒3個。咁跟住個機長落嚟啦，就二話不說，攞支電筒就波暈咗我，就緊急降落。因為頭部受到機長用手電筒撞擊，鄭中基頭上需要縫上15針。之後佢被控襲擊及干擾飛行2項罪名，被罰款2500美金兼留案底，緩期1年徒刑。鄭中基更需要向航空公司賠償巨額款項。唔係賠咗好多錢啫。唔係唔算多啦嗰啲。咁你賠咗幾錢呢？賠晒咁滯啊！我總之話俾你聽，頭嗰幾年，哇賣90萬隻碟啊，100幾萬即係200萬啲嗰啲冇晒啦。呢一單新聞全亞洲震驚，佢嘅演藝事業亦瞬間崩塌，佢嘅人生陷入最低谷，冇人再願意揾佢唱歌。呢個樂壇新星墜落之後，唯有轉戰影視圈，放下身段，由頭嚟過。真係揾我去拍 TV 拍嘢嘅，我試下行呢條路睇會唔會由呢條路可以兜翻入去音樂嗰邊嗰條路咁樣咯。我估鄭中基都冇諗過，呢個宇宙竟然開翻一扇窗俾佢。喺鄭中基最黑暗嘅時期，竟然揾到一個肥嘟嘟嘅 Darling。多謝你啊，Darling。多謝你啊，Darling。大家唱，Darling，邊邊黑？